Today,你去资助给那么今马来天开马航始给亚洲的查理奥的，是2026年啊，的我做的马鄂你们做法夏季课程。查理奥的，这那么上今天那地是第一方里啊，天，呃，长南区的新西兰给，所以首先那他会给要你的，问候全部都透过做那么说的，网络那当然新给来这上课的所做有的书生的僧团，体验，世界，我们要是做吧，当然还有新给。所有的在家日本的他那喜马拉雅呃日语里在面的家众们，变得做就别个，da 还有所有苍蝇嘞，的海内外的藏做族同胞们，公感上的甚至选首赢，先问候大家身体健康。但代表咯，看些哪路的啊，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俺国中，呢这个决胜人民个团的缺陷，那么利用的是我以钱的，不同的这个那这主题些个为救生讲所说了看来是那边不应当，少的这法教，当的这个场面建设他的，俺主要的们说原因起的，是什么呢？这那儿一般来说，家就好了呀，那像大家知道的，谈不一方啥个面，点吧，特古代殊的没，佛教弘扬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太阳俺自己拍拍给改套了呀，提下而且不边给仅是陆剧一些我们几部没，这个藏带地的点点吧当这些当然些给文献，加那个南边送入提水拿落来还呀，有像上也是个这座部，可以吧，还有像这个当汉传然些给佛教的典籍地上当中，些路给开又发提记载了一水给，些什么内容？提出来呀，新竹忙不起来原因就是啥同呢？样的呢，但在现新竹在东西起来个方的很多学者们，他可得们学吧。对于这些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一种这理解？当个的阶级开发的这个呃，绿水当西水还有看这原面的，国际的学者们，他马上们做这普遍的一些那边说法，当了几还有当八宝观点图根据嘛又是什么？提水给所以我呃希望主要为了让看到我们原来藏传的开始的佛教嘛就是徒，通过的，尤其是僧众们能够了解这些内容，跟前谈了我点钱呢，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个马上要去，所以我不要去在马写为鄂夏过呀，季课程当中，就决些下呢，替我送就给送入内容来说，希下望就场是能够完整涵盖提拿了的三乘的推点教典。的钱呢，决些个钱呢，那亚哈尔那的加么就纳这讲述的行钱的，方式来那说，那儿的提入，则是当然尝试是下的努给开将发印度、提出给还有汉送予，地、看这样，还有其他雪域行业西藏、深度开藏地，发去，还有古讨论学一今东头的，西方这学者们个是最说实话的，的各种这种传承结合起来来讲说，最大的切切都是这类好的，但第几个是，呀，瞧这是一今方面。年样，还说是挺对的。年不是等这那边么另外一忙的，方面来说，呢，呃，为了让我们能够对于呃嘛，他说的是，学不怎么嘛，这边样啊，就随便给，呃做这当了多少个传统的个那佛法么上个月去了呀，能那时候够有那不是他不去，一个嘛，清要到了呀，净的文他思，做本来这个上啊，咱这样往这去学兵的，他们所以主去，要在密那么我就问，乘方面，那么我就问你呃，说，那看之前呢，首是不是先就呢？从世事法五十写信颂开始，都是都那么已下来了嘞，经讲说圆忙了满了。吧了呀？那这同志要未来求我希望听着，能够再那我天讲解天写呀，这个誓言海给切等学等这样的一都些下来了，原因论著，就是啥呢？那这听对的，俺不是等然后在这嘛的，之后呢，能够那进入到声源次第等等正所以说呢，行的部分。那边学不怎么多嘛，这边个呀，所以主要就不随只是便给说啊，现今的，是给咱比如说年龄的学者们的一个团看法，了呀，而呀，就且说说我更希望让大俺们我就家能够需要去对于说一说，传统的佛俺就法这些学点这。很重要的论点典籍，能对，够有一个然后清净的当然去文思。做写照那么呀，多图片数个月那什么呈现呢？哎，那写另外，入当把主要也那点哇，是想要对于佛学院的但是这学生们个过程，能够给有一些做大帮助。家那给一个所以主要在给一个的唯识背诵了方面的这个拿了嘞，教法恰场的在就当这数个汉据给文当中，慢慢慢也就是慢给，汉传佛大约教的为就是典籍啥呢？当中，保存的是很完整的，那这数忙不起，俺而且这有很亲近的这个他给了传承。说吧，米线为给那张但点写的，是我们很哎，那多这样很多人也忙不由于不懂起给得看到米这多个等这个。中文，女主差或者点嘞，说语言文字上有很多这等于就一说了呀，些一些俺为了多少是障碍，就是不从必须懂得这弄什么些语言，天线呢？所以没有哎，那办什么都法进行做做吧，文思。俺们所以想到这些做些呢，就觉得自哎，己那就能够尽好了上呢，目一的呢，点微薄之力，
所以之前就有开始讲说这个唯识三十颂，并且也计划能够继续的讲下去。那么，特别就我们这一次这个马尔夏季课程来说，我们之前大致讲过了佛教兴起之前，当时印度的宗教还有社会的情况是什么，还有我们导师佛陀的这个行仪，还有导师佛陀他涅槃之后佛教的情况。同样，之前课程中我们还讲过了七代的护法藏师，还有第三次和第四次的结集等等这些历史，还有关于这些历史的各种不同的观点。那么这一次的课程主要是希望从18部派等等的这些发展开始讲说，一直讲到大乘佛教的兴起为止。那么我之所以需要透过马尔萨基课程来讲说整个佛教兴起的过程，原因是什么？主要是我们很多人对于像18部派是不太重视的，甚至呢，很多人呢是连这个18部派这样的名称呢都没有听过。对于这些内容，我们知道的不够多。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缺失，绝对不是不需要知道或者不重要的事情哦，不是的。所以18部派的内容是我们应该要知道，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理解这个部派时期的历史，还有当时他们的宗义、他们的观点是什么，那么我们对于在之后兴起的大乘教法，或者在之后兴起的密乘的教法，也会难以获得这个完整的一个理解。所以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所以从最开始的说原始佛教，然后再到部派佛教等等，如果前一个没有很好的理解，对于之后的你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理解。所以总之呢，这样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理解整体佛教它的历史还有宗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要重视这个部分是重要的。一般来说，对于18部派这方面，东西方很多的学者这么多年来做了非常多的研究，他们撰写的书籍、论文也都是非常多的。但因为自己也是学养不足，再来时间也是不够，所以我想主要以重点为主哦，就自己所知道的，还有自己最想讲的一些内容啊来做讲说。未来可以的话，我想，嗯，在座的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懂得不同语言的，所以，那么你们不要就只是听我所说，如果能够你们进一步的对于这些主题多去阅读相关的书籍，甚至呢，如果有人能够实际去进一步的去研究，我觉得那就更好了。所以我想这是今天课程开始的一个前言。那么接着就进入到今天课程的主题。
더리기 가르쳐다 망어 야쇼기 주시루디 가리 슈비나다 데르제샤 가사 대변낭den시와 대변낭den 담 NT 겸종을규스 所以主要这次要讲的是部派佛教，还有它的历史背景。所以首先谈的是起源，然后再来是信徒的结构，再来是出家主义，然后是施主的传统，第5个是佛教商人们的选择，第6个是阿毗达摩的出现。所以首先呢，先讲一下起源的部分。다 대야 대배 나대 사디 그봐 당아도 대바 접게 대바 들다 所以部派佛教这里指的就是18部派的这个部派。它指的是什么呢？就部派佛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指就是原始佛教的教团，就是最早它是统一的一个教团，但是之后呢就分裂为不同的部派，也就是佛涅槃后100年，那么就分裂成为上座部跟大众部。那么在形成分裂成为这样的2个部派，上座部跟大众部之后，再陆续的支分更多的部派，而那时候形成的这个传统的教团的不同的体系，就称为叫做这个部派佛教的时候。所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指这个原始佛教的教团分裂为上座部还有大众部，这之后形成的这个传统的教团体系哦。接着是要谈一下信徒的这个结构。所以当时最主要就是声闻部派那么当时呢，除了这个声闻部派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佛弟子，譬如说也有在家的信众。但是呢，在家信众并没有被归类到这个部派当中，因为所谓的部派就声闻部派当时都是出家众。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些佛弟子，就像是在家的信众是很多的。只是呢，在这个历史文献当中并没有很详细的记载他们的各种的活动，并没有。我们看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大多数的这个宗教，它的追随者呢都有在家还有出家这样2种的。譬如说像印度教也好，或者基督教，它都有分在家跟出家2种。当然也有像没有这样子在家出家分别的，譬如像伊斯兰教，他们甚至是明确禁止这个出家或者是犯行的。所以像伊斯兰教就没有这样子的在家出家这样子的2个部分。
但是其他一些宗教都是有的。다 남바 상계 왜 나로라야? 다 那么 진주 러브 一般 총대 来说， 로지다 我们 김베 佛教 대세지 追随 오케이 者 다이나 조디 러브 총와디 虽然呢 기대세디 是以这个做出钱的是家众了为主，这个要了这个要的以内啊但是呢，kimba bet tong me ba 并 de 不 west 是 labina 不 tong 重 me ba 视 de 这个在家众的。ares labina ngala zu nam gi khor 为 nam 什么 shi 这么 sa di 说 shi 啊？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词叫四 khor nam 众 shi 弟子， sa de ta sang gi chum den di lo ma 也就是说，佛陀的弟子当 min 中 ro shi sa chi ko ba 有4种 khor 不 nam 同 shi 类 na 型 lo 的 la 弟子。 kimba pomo ni ro ba rob jung pomo 4 种 ni 弟 ba 子当中就有在家 kimba pomo 男 ni de 众、da 在家 yin da 女 gi 众 ne ma 这 sa 样 ro 子 ba 的 rob jung 二 pomo 众， ni de 还 ane 有 ngelong 出 da 家 gi ne ma 的 sa 男女 chi 二众， ta kan da kimba 也 pomo 就 ni 是 da 比 rob jung 丘、比 pomo 丘 ni ji 尼。 ni ni yon de ba che zang khor nam shi sa gi 다 도스 잠깐 된다 所 되기 以可见得 아니 哦，这个 김베기 在家众啊，也 로마티서 是 있네야 被 아니 지 视为这个 러브중기 佛弟 로마티서 子很 지 重 다 要的一 갈라칸 지 个部 계시면 分， 지 很重要的一环， 전투도 就它是4众当中的部分。 지당 남바상계 왜得主千年下当 虽然说在讲解这个佛法的宗义， 지침바 낭네 땜바 还 차창 有 지야라 能够对于这个 러브중대 佛法 계속 彻底 차대 的进行文 러브중대 思修哦， 나코라주 然后能够 칠레도데 很完整的住持 남바상계 佛陀的 최배 教 누구 法。 디존 从这个角 러브중대 度上来 계속 说， 공부해야 这个出 도스 家僧 칠레는 团 대차대요 是很重要的。 김바디조 된데기 퇴상 공소를 제지도 因为 뒤주요 在家众呢， 내가 시다 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时间，像出家众一样，能够彻底的进入这个文思修来住持佛教。所以我们会说，出家的僧团啊，可以说是整个教法住持的最核心。但是要让这样的一个核心或者说僧团能够延续， 在家众就很重要了，因为它从经济社会条件跟这个人力资源等等供养上面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家众的群体也就很重要。 后来我们看历史哦，这个伊斯兰教在印度兴盛之后，我们看到印度教呢是能够继续延续，但是佛教却没有继续延续下来。原因之一有，很多学者说，似乎就是曾经有一段时期哦，佛教主要成为了一个僧众的出家众的宗教。 所以，只要一旦这个僧团不存在了，佛教呢也就仿佛是不存在了，是一样的。所以有学者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从历史文献当中，虽然说记载的不多，但还是可以从中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知道，比如说古代印度的在家信众啊，他们在弘扬佛教方面，也是非常积极的。举例来说，像佛陀的诞生处，还有佛陀成道处，还有初转法轮处、涅槃处，主要有这样的4大圣地。就是佛陀涅槃之后啊，就会他的弟子们就很重视这样的4大圣地。那这4个圣地也主要就是由在家的信众所这个维护，还有所建造的。还有佛陀涅槃之后，8位国王他就分得了佛陀的8份舍利。这个文献当中也有这样的一段典故。
然后他们就分别在中印度各个不同的地方就兴建佛塔来供奉。 신하들이 중요해. 고동 그 최대 신경이 주이나 김박경경 차대. 而建塔的人呢，也全部都是在 고동 家 그 人。 최대 신사야 빼나 남기 신도 전부 실라서. 据说呢，佛塔也都是建立在这个四大这个渠道上，就是四个大的大道上这样的地方。它并没有建在像是比丘们居住的这个僧院当中，并没有。다는 신 개보 양해 맥은 도스야. 像《阿育王经》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记载，这是中文里面有的，巴利文应该也有哦。里面就记载到说，这个无忧王就是阿育王呢，他打开了巴王所建的这个佛塔，然后将佛陀的舍利哦，重新又分成许多份。 ene di na le yue de sangi gudong de tangdong ina ba tongbu mangbu dangxian ene 然后呢，就在这个全印度建造了更多的佛塔。据说呢，有建了上万座的这个佛塔。 所以可见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佛塔的信仰这样的一个风气，已经就在印度广为流传了。那么在原始佛教的时期哦，依于这样的佛塔信仰的方式，然后逐渐形成的。 比如说信仰佛陀，或者说这个赞扬佛陀的功德这样的风气，那这样的这个风气呢，就成为了后来大乘佛教兴盛的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轻视哦，在家信众们他们对于佛教的这些贡献，还有他们的这个信仰。다이나야 다다 알아서 가르쳐야 되고 그래서는 대배 난데서 해야 되고 봐 대배 쪽에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在谈都是部派佛教，就是18个部派佛教。那么在当时哦，部派佛教时候，当时佛教的主要传承者还是这个声闻的这些弟子们，也就是僧团。 也就是当时还是继承了原始佛教的声闻部派的僧众，那个呢就是从佛陀的亲传弟子，像大迦叶，然后阿难尊者等等这样子传承下来的这个佛法，还有师徒之间也是传承不断，这就发展成为了这个所谓的部派佛教的样貌，就是这样。 所以呢，部派佛教它也被说成是弟子的佛教，或者说是这个宗义立场各异的佛教。所以当时分成那么多不同的部派，就是因为弟子们有不同的观点，他的宗义的立场是不相同的。 所以后来大乘的修行者就称那个时期，称为叫声闻乘。声闻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听闻佛陀言教的人，叫做声闻。
那实际上它就是弟子的意思，所以声闻就是听闻佛陀言教的人，所以意思就是弟子。所以在早期哦，啊、连在家众也可以称为声闻。但是呢，到了部派佛教的时候，声闻呢似乎就只限指的是出家的弟子了。所以这是先讲一下部派佛教当时的信徒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接着要谈一下出家的这样的一个主义。那因为部派佛教的一个特点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他们是以出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宗风。也就是说，他们从有家到没有家而出家，这个出家成为比丘之后，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清净的持守戒律，要这个修持佛法。所以在部派佛教的时候，在家还有出家的这个界限划分的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出家众呢，他们致力一心致力的是戒律的行持，还有闻思。他们住在哪里呢？他们是安住在这个僻静的僧院当中，然后过着少欲知足的生活，专注于这个闻思修三者。所以出家众的生活，它不是在这个闹市中的佛教，不是的。他们主要安住在没有人的僻静的这样的僧院当中，也离闹市很远的那样的地方，在那边修行。所以呢，他们最主要的修行责任，比起说这个像大乘会强调的要度化他人，在这个世间当中去强调的是要度化他人，他们呢，首先是要完成自身修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大乘的行者就会轻视他们，会贬称他们为小乘。意思是说他们的层次比较低。所以这个小乘这个词它本身的确有这个轻视的意思在里面，是一种轻视的贬义的这样的一个用词。再接着要谈到的是施主传统。那么当时的出家众，他们不需要为这个生活的开销所烦恼，然后能够一心专注于修行。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个样子，是因为这个僧院中的经济状况是很富足的。如果说他们还要烦忧这个吃住等等的话，那么他们也没有办法那么专注于修行。
담배 쉬어 코나래야 아니 퇴섬 곰숨 제투야게 내다로 든지 용아디 나조지 권배게 난게 벤저르게 내당 所以 야보야 最主要就是当时僧 벤저르게 院 다 的 차는다 经济 중고세는 状 다 况 하다 벤저르게 是 내다 야보야 非 이 常好的， 교전되네 或者 아니 说是富足的。 대용한 과학 김세 가르잖아. 급디디게 他们 로종기 之所以能够 롱로제리야. 如此 아니 的 개보다 富 수모다 足， 총받침부터 주기. 아니 겹수 송사. 是因为 아니 当时 그나서 的佛教的出家僧团 겹겹이 都 무슨 有 제야. 像国王、王妃， 아니 还有这 지다만 些大 무슨 商主 고발이야. 시가 等人的 사자 갸침 皈依， 빼나 然 개보 后 끊는 同时 시간 在 사지. 经济上 아니 会 탐지 大 옆에 力 가게 的 될 支 겹수 持跟供养。 송제네. 아니 근데 탐지 譬如说， 옆에 他们就 가게 布施了很大的庄园，会给僧院。 譬如说，像迦尼色迦王，他皈依说一切有部哦，这是非常出名的。在他之前，也有北印度的许多的国王哦。那么，总之，他们也布施了很多的土地给僧团。在很多古老的这个碑文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记载。 就是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供养给予僧团。此外呢，在南印度的安达罗王朝的当时国王跟王妃们，他们也很支持佛教的僧团，所以当时也有很多的碑文哦，上面记载着这些国王、王妃。 他们布施土地给僧团的这些记载，所以在西元前2世纪左右到西元5世纪左右，不少碑文都记载了这个为了建造佛塔，或者说为了僧众的住处而布施土地，还有哭院等等很多这样的事迹。 所以可以看到，当时的国王、王妃和很多的商主，真的是大力的护持佛教的僧团。同时呢，也依据同样这些碑文，我们可以知道一点，就是当时出现过很多个部派。我们一般藏传佛教会说是18部派，但是呢，依据那些碑文，学者们研究说，当时似乎出现过20多个部派。所以这是当时施主的一些传统跟情况是什么？ 接着我要讲一下佛教，就是商人们的一些选择。那么当时的僧团哦，那么出家的僧团，不仅是得到国王的支持，商人阶级哦也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其实我们从佛陀的教法 最开始弘扬的那个时候，我们去看，也就是说，佛陀成佛之后，商人们就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譬如说，当时佛陀成道之后，最早的2位弟子就是2位商人，一位叫提卫，一位叫波利，这2位商人。 这是佛陀成道之后最早的2位弟子，就是2位商人。同时呢，他们也是佛陀成道之后最早供养他食物的人。在之后，佛陀就到了波罗奈斯，就是瓦拉纳西，然后摄受5比丘。在那之后，很多佛陀的追随者也都是商人。 那么佛陀最重要的弟子当中，其中有一位，就是一位商人，他就是吉孤独长者。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富有的商人。同时，历史也记载，后来，最早将这个阵法带到像汉地，或者说传到更多其他地方的，
甚至早于出家众的也是商人们，就说是商人们将这些佛法带到其他地方的。这是因为古代经常四处各个地方往来的去，大多是这个商人阶级。所以不只是说佛教，其实在伊斯兰教啊、基督教很多的宗教的历史当中，似乎也有很多是借由这个商人来传播开来的这样的的记载。还有商人们他们都是结集成商队这样去行走的。他们会穿越，譬如说广大的这些森林啊，然后越过很辛苦的沙漠，然后要到很远的地方，到那些都市去进行贸易。也有很多商人是要这个乘船出海，跟其他的国家、跟其他的人去经商，所以一路上，古代他们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所以这些商人需要更果断的决心，还要很有胆识，而且要很能够忍耐。所以这时候的佛陀的教法就正好是符合了他们的需求。还有，不仅如此，这些商人们他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也必须和当地的这些外国民族，或者说不同阶级的人去交往。但我们也知道，过去印度呢是很严守这个种姓制度的，尤其是当时婆罗门教它是很严守这个种姓制度的。所以如果是带着婆罗门教这种严守种姓制度的观念去经商的话，是不合适的。所以佛教它没有种姓制度，是比较开放，而且是自由，所以刚好也符合了商人们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样来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就是商人们很喜欢佛教的一个原因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当时印度的这个农民基本上也是足不出户的，他们世世代代都只在自己的村落里生活，所以当时你会看到农民比较是跟婆罗门教是紧密结合的。但商人呢，因为要到各个地方去进行贸易、去经商，所以他们就必须走出这个印度，或者说走到不同的地区去经商的。所以当时的商人们比较难去严守这个婆罗门教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他们比较喜欢佛教。所以在商人当中他不只是有信奉各个部派僧团的这些人，后来还有很多的商人都皈依了大乘佛教。他们当中的富商或者说这个领导者，他们是称为叫长者，或者也有翻译叫商主。在这些长者当中，就是说商主当中、长者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有几位，一位就是皈依佛陀的这个几孤独长者，他就是属于长者，或者说叫商主。还有一位叫瑜伽长者或者瑜伽长者，他也是非常有名的。还有就是大乘当中很出名的有一位，就是善财商主，或者汉传我们一般称叫做善财童子。他善财童子是《华严经》这个入法界品里面最主要的人物。
所以我们平常会念的普贤行愿品啊，就是普贤菩萨他对这个善财童子，善财童子他就是这样一位商主对他所宣说的。所以从原始佛教的时代以来，佛教信众当中就出现过很多声名显赫的这些商主或者说长者。在大乘经典当中，长者们或者商主们也经常是佛陀说法的主要对象。所以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到，所以后来各个部派僧团的支持者，也就是这些商人、这些商主了。再来就是还有部派佛教的再一个特点是第6点就是阿毗达摩的出现。佛教僧团的生活是仰赖他人的，或者说需要去托钵，需要透过这个施主的供养，然后来生活的。当时最主要的2种施主就是国王还有商主们。由于这个国王还有商主们的这个资助，所以僧团的生活就衣食无虞。所以出家众他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去贯彻这个他们出世的这样的一种宗风，然后一心的能够专注投入这个佛法的研究还有修行。所以因为这样子，他们僧团能够这样衣食无虑，然后专注在这样的修行，所以就出现了非常细致、非常这个细致入微的这个在对于法性抉择的这个阿毗达摩，也就是阿毗达摩就是法的研究就出现了。所以阿毗达摩就是对于法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出现，就是因为僧团的生活能够无虞，然后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如果说僧团的生活是很辛苦的，那么他们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一心专注于投入修行。那当然，如果说密勒日巴尊者的话，他一个人倒是还好，但毕竟是僧团的话，是那么多人，要那么多人一起共住，还有要修行，还有要闻思修，那么他们的经济条件或者他们的生活，有人能够让他们无忧无虑的，比如说国王跟商主的护持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么多人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护持，他们也很难真正这样子的去投入修持。所以当时真的是一个非常殊胜、非常美好的一个时候。所以当时的僧人也因此就因为他们的一心专注于佛法的研究还有修行，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阿毗达摩法的研究就出现。随着这个法的研究，阿毗达摩它的发展，佛陀的教义还有它的教典宗义也就被建构成为非常系统化的这个论述了。所以在部派佛教之前说实在的，当时佛陀的整个教典或者说他的教义，其实并没有非常的系统化，但就是因为当时部派佛教的时候的僧众们，他们能够专心的一心投入于佛法的研究跟修行所以发展出了这样子的阿毗达摩对于法的研究，让佛法更加的系统化。接着要讲一下是部派分裂的介绍。
首先要讲的是背景的介绍，然后再来会提到有一些相关的文献，相关的一些文献的介绍。去年我们夏季课程的时候，我们主要谈到了时事，也就是时非法事。当时跟各位这个分享了时事的一些内容，也就是当时就有两方的人，有一方认为说时事是合法的，一方说时事是非法的。所以我觉得称为时事比较好，因为它里面包含了有认同跟不认同的两派人，所以叫时事。同时呢，去年我们也谈到了大天武士。今天呢，我们就比较温习的一个方式，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些内容。所以总之就是，导师佛陀他在涅槃在大概100年之后，原始的僧团当中就出现了关于这10种事的一个争论。当时一些比丘认为这10事是如法的，有些认为是不如法的。由于有这样的一个争论所以当时有700位上座阿罗汉，他们就在毗舍离集会。在巴利律的一部律典叫700监度当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所以当时就有记载说，有700位上座去审查这10事是不是符合律制，所以这也称为叫集律，就是律的一个结集。但是呢，在审查10事之后，有没有对这个经跟律重新进行结集，就完全没有提及了。就是在这个700监度当中没有说到。那么汉译的各部的律典的内容，也大致和700监度大致是相同的。虽然里面也记载说有集律、有集法、集律这样的名称但是呢，在最开始的缘起当中，除了提到10事之外没有讲到说对于经律这2个部分有重新进行结集，并没有提到。但是在锡兰的这个佛教里面有2部很重要的著作，一部叫导史，一部叫大史，里面就很清楚的记载说，在10事的争论发生之后，700位上座呢推举了这个离婆多为上首，进行了法的结集。然后当时呢，也前后历时8个月。然后这个历时8个月的法的结集，就称为叫第2次结集。还有呢，在导史当中还说，当时被上座的那些比丘们就是被他们这个并出的这个恶比丘，所谓的并出的恶比丘，就是他们认为说10事是如法的。总之呢，他们就被上座的比丘就赶出去了，驱并出去了。当时这个比丘大概有1万人，而那些被驱并的这个比丘呢，他们聚集起来，就对这个法，就是所谓的经进行了结集。那被称为叫做大结集，因为有非常多人嘛，有1万人，所以就称为叫大结集。所以在导史当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而当时那些进行大结集的这个10000个比丘，他们就被称为叫大众部。所以很多人知道的大众部就是指他们。比如说名称有一些不同，比如说导使称他们叫做大结集派，大使称他们叫做大众部，或者说叫大众派。因为这里为什么叫大众，就是因为他们人数，非常多的意思。因为大部分当时很多的比丘都跟随他们去了，所以当时他们的人数非常多，所以叫大众。所以同样我们依照这个《习兰史传》的这个说法，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在根本2部分裂之后，上座部还有大众部呢，双方都还各自进行了这个结集。这是南传的很多的文献的说法。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北传佛教的文献是怎么看的。那么对于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文献就是《异部宗论论》，也就是释有尊者所写的。那这个有翻译成藏文，好像中文的译本是更早的，是唐朝的玄奘大师他先翻译成中文的。所以在中文的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异部宗论论》中是怎么记载的呢？是提到说，这里面首先没有提到这个结集，而是说到什么呢？所以并没有提到时事，而是说佛陀涅槃100年之后，法王无忧王就是阿育王执政的那个时候，然后有4众，因为对于这个大天武士的这个观点，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密意是什么，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分成了2部。但是在藏译的《异部宗论论》中是这么说的，有提到这个大天武士，也提到说有不同的众，但是没有提到4众，只提到说3众，有提到上座龙众、东方众还有多闻众这3众。所以文字当中没有提到4众，但是汉译的《异部宗论论》当中呢是有提到4众。所以总之4众呢，他们对于这个大天武士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因为他们看法不同，所以因此呢这4众他们的观点不同，所以就分裂成为这个造成了根本分裂，形成了上座部跟大众部。所以汉译的《异部宗论论》呢提到的是有3部众，但是藏文的文献提到是有4部众，4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哦？可能我之后的课程再说，我有一些想法之后再说。总之呢，我们的导师佛陀开始的这个原始佛教，当时呢，它本来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僧团，但是之后就分裂成为2部。这样一个统一的僧团最初分裂为2部，这有一个名称就叫做根本分裂。而根本分裂呢，就形成了2部2大部派，一个就是上座部，再一个是大众部。
在这两个大的部派形成之后，在接下来的大概100-200年之间，这两个大的部派的内部又逐渐分裂出更多的支分，最终形成了数十个部派。这段时间的一个分裂呢，现在的学者就称为叫支末的分裂。所以根本分裂就是分成上座部、大众部，然后这两部当中逐渐的分裂就叫做支末的分裂。那支末分裂在藏传佛教里面一般是习惯称它为18部派分裂。那关于这个18部派分裂，或者说对于根本分裂跟支末分裂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不同的文献记载。但整体来说，就可以分为北传还有南传这样的两种说法。就像之前有提到过，北传它包含了汉传，也包括了藏传。但有的时候，北传主要指的是汉传，并没有包括藏传。但比较这个广的一个说法的话呢，就是北传它包含了汉传跟藏传。所以一般我们会说佛教有就是南传汉传跟藏传。所以这时候当我们说分为北传跟南传的时候，就是把汉传跟藏传放到了北传当中。为什么说汉传、藏传都可以归类在北传里面？因为最主要这里藏传、汉传依据的这个论点是一样的，都是异部宗轮论，所以在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都归类到北传里面。好的，我想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今天第一天，我觉得有一个开始就很好了。之后其他内容我们之后再说。